喺2005年9月之前，國民黨高官陳立夫個仔陳澤寵去咗中國旅遊，因為感冒去睇醫生，結果俾人話佢肝臟有腫瘤，要換肝，10日之後就喺北京死咗。台灣換肝名醫陳堯麗等人因為介紹咗9個病人去中國做器官移植，從中攞咗1466萬台幣中介費，俾法院判咗有罪。衛福部最後確定註銷咗佢嘅醫師牌，成為全台第一宗醫生做中介，安排病人去外國換器官而被判刑嘅案例。大家好，呢一度係微語睇世間，我係陳慧宇。尋日嘅節目入邊，我同大家分享咗一位台灣女仔親口講佢喺中國嘅經歷。佢老豆喺中國雲南俾警察帶走，等到佢收到公安打嚟嘅電話，見到老豆遺體嗰陣，佢發現老豆對眼、心臟、肝臟同腎臟都俾人攞走咗，而佢自己都俾3個中國警察威脅同侵犯咗。呢集節目出咗之後，好多朋友都覺得好憤怒同心痛，但都有啲朋友質疑件事係咪真。其實我揾大宇嚟傾呢件事，都係為咗證實件事係真㗎。大宇同個女仔溝通過好多次，最長嗰次做咗4個鐘頭咁詳細嘅訪談。有人話個女仔明明有3個同行嘅人，點解佢唔出去揾人幫手呢？我想講，其實呢個女仔係一個好理性嘅人，佢喺好短時間內會判斷到點樣做可以付出最少代價，所以先會咁決定。如果佢唔敢做，嗰3個警察係唔會俾佢出去，因為佢哋唔可以俾佢出去舉報佢哋，亦都唔可以俾任何人知道佢哋喺度攞錢。甚至佢哋早就諗好咗，即使攞咗錢都會侵犯佢。佢哋睇準咗一個台灣嘅女仔，喺中國咩都做唔到，根本冇能力反抗，唯一嘅親人爸爸已經俾佢哋活摘咗。佢哋呢班魔鬼仲會驚個女仔反抗咩？大家千祈唔好低估魔鬼嘅邪惡。仲有一位觀眾話嚇佢4月去大陸自由行，大陸同胞對佢哋都幾好。佢話你咁講我又冇見過，我點可以信你啊？淨係靠你講，我又唔係。首先呢，我想同呢位觀眾講，你去唔去中國啊，係你自己嘅選擇。我呢就只係講我知道嘅事實。如果你運氣好，冇遇到咁嘅事，我都會默默祝福你，希望你唔好遇到就最好啦。但係呢啲事發生其實唔係單一個案。有位觀眾都寫咗封電郵俾我，話俾我知一個好震驚嘅事實。大家都知國民黨高官陳立夫同陳果夫兄弟都係蔣介石嘅得力助手。後來佢哋遠離咗政治，專心推廣同傳承中醫藥文化，仲成立咗利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呢位觀眾喺電郵入邊同我講，陳立夫個細仔陳澤寵喺2005年帶埋老婆去咗中國大陸，揾翻佢老豆以前嘅歷史足跡，探訪過去老豆做過嘢同住過嘅地方，仲有老豆以前啲親戚朋友。陳澤寵去到北京嗰陣有啲感冒，所以就去咗中日友好醫院睇醫生。醫院叫佢住院，話而家出面流感好嚴重，你唔可以出去行住幾日先啦。之後又同佢講，陳先生，你個肝唔好，我哋會請衛生部部長黃傑夫幫你做手術。咁佢哋屋企人就俾咗黃傑夫部長嘅手術費。點知做完手術之後去睇主刀醫生簽名，發現根本唔係黃傑夫，而係一個3流醫生做嘅手術。開刀之後，佢哋話你個肝一定要換，依家即刻送你去北京武警總醫院，等咗1日就換咗肝。但係過咗10日之後，佢就死咗。佢哋屋企人攞到被換出嚟嗰個肝，發現係一個好健康嘅肝。呢個故事我為咗證實，仲特登去揾翻當年啲新聞，果然喺台灣立法院個網站上邊揾到2005年一篇新聞稿，係講陳立夫個仔公職嘅內容。陳澤寵係前國民黨大佬陳立夫第3個仔，為咗承繼老豆嘅遺志，成立咗利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成日喺兩岸之間來往，多年嚟致力推廣中西醫結合嘅理論。一向身體好好嘅佢，喺今年9月去大陸旅行時，因為感冒唔舒服去睇醫生，跟住聽當地醫生同朋友建議，去咗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切除肝腫瘤，但手術之後病情惡化，即使緊急換肝都救唔返，終年64歲。
因為陳澤重遺孀林穎一直堅持一定要將遺體運返台灣土葬，唔願意先生喺北京當地火化。之後喺大陸官方協助之下，陳澤重遺體喺10月31號以空運方式由北京經香港運送返台北。林榮增話：等到所有喪事安排搞掂之後，佢會認真考慮提出訴訟等問題，希望中日友好醫院可以主動出嚟說明，老老實實公開事件經過，並且誠心道歉。另外，2007年一份《自由時報》嘅存檔相片上邊都寫到林榮增以自己親身經歷嘅血淚教訓做例子。佢先生係國民黨大佬陳立夫嘅仔陳澤重，前年8月去北京玩，因為身體唔舒服，去咗北京嘅中日友好醫院檢查，喺嗰間醫院做咗肝臟腫瘤切除手術之後就昏迷唔醒，之後轉送去武警總醫院換肝。當醫生打開腹腔嘅時候，發現陳澤重已經有多條肋骨斷咗，搶救之後都係喺北京病逝。林榮增質疑中日友好醫院係中國衛生部直屬醫院，亦都係2008年奧運指定醫院，水準都已經令人擔心，更何況係其他級別嘅醫院。林榮增感慨，咁嘅醫療水準嘅國家，仲要阻撓台灣加入世衛組織，仲大言不慚話照顧台灣人民健康，真係諷刺。咁我哋從呢兩篇報道都可以確認，陳立夫個仔陳澤重喺北京遇到嘅事係真嘅。根據呢位觀眾爆料，家屬攞到嘅陳澤重肝臟係好嘅，根本冇問題。咁大家就可以推敲下，陳澤重根本冇肝病，但係俾人話有肝臟腫瘤，仲話要即刻做手術換肝。1-2日之內就有肝臟供體，咁啲供體究竟係邊度嚟㗎？一個國民黨大佬嘅後代，而且同醫藥界有深厚關係嘅人，竟然喺中國俾人去做手術，最後死咗。佢嘅死究竟係有人特登想害死佢，定係為咗佢錢，叫佢換肝？結果因為技術唔成熟，搞到死咗呢？到底咩原因呢？我哋而家都無從得知。不過陳澤重嘅死絕對唔簡單。健康嘅身體要平時堅持做運動同埋養生。早排我哋客服就收到一位55歲香港觀眾打嚟嘅電話，佢話自己更年期，體力唔掂，關節又腫大，行路好慢，好多年都冇跑步。之後佢食咗一段時間紅海參養生膠，依家話可以上樓梯，甚至可以追巴士。佢話已經好多年冇試過有呢一種感覺，覺得啲關節好似加咗潤滑油咁，唔覺唔覺就好返晒。除咗可以修復膝頭蓋半月板之外，呢一個紅海參養生膠喺其他方面都有好多好評。有朋友話佢老豆食咗紅海參之後，血壓降咗，甚至連降壓藥都可以減少一片。仲有一個朋友，佢個仔塊面生晒暗瘡，食咗紅海參養生膠之後呢，而家一粒暗瘡都冇晒，塊皮膚變得好光滑。仲有一位做完化療嘅朋友，有段時間食唔落，瞓得唔好，食咗紅海參養生膠之後，瞓覺都改善咗好多。點解紅海參咁好嘅？難道佢可以包治百病咩？其實唔係，紅海參唔係藥，唔可以醫病，但係作為日常保健品，喺修復能力同提升免疫力方面，確實係好有幫助㗎。最重要嘅係呢個紅海參嘅養生膠啊，紅海參係韓國濟州島啲海女喺深海採集翻嚟嘅，唔係人工激素養殖嗰啲，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用。用我嘅優惠碼買，仲可以有85折優惠。好啦，我哋繼續翻正題。我想問下嗰啲話去咗中國冇事嘅台灣人，你係咪比陳立夫更有背景啊？連國民黨大佬嘅後代都保唔到自己，嗰啲成日話中國好，要同共產黨統一嘅人，真係你哋唔驚咩？另外喺呢件事入邊，陳澤重要換肝，個供體1-2日之內就到位。咁中國啲器官係點嚟嘅呢？正常世界各國等供體起碼都要等1-2年，依家1-2日就攞到供體，呢個速度已經唔係用超音速可以形容。中共活摘學院嘅器官、維吾爾人嘅器官，呢啲都已經係眾所周知。2005年正正就係迫害活摘器官最猖獗嗰幾年。雖然我都同情陳澤重先生嘅遭遇，但真係唔可以去中國換器官，因為背後全部都係按需殺人嘅流水線。陳澤重先生嘅遭遇就係一個慘痛嘅教訓。
有咁慘痛教訓嘅人，我諗遠遠唔止佢一個。今日我仲想講多一件事，台灣換肝名醫陳堯麗等人，因為幫9位病人做中介，去中國接受器官移植，從中攞咗1466萬台幣嘅中介費，結果俾法院判咗有罪。咁衛福部呢，上個星期都因為違反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16條規定，廢除咗陳堯麗嘅醫事人員證書執照，成為台灣首宗因非法中介人體器官買賣而被廢照嘅醫生。震撼嘅係，陳堯麗將會永久失去行醫資格。俾陳堯麗介紹去中國做器官移植嘅9個人入邊，大家知唔知有5個係做肝臟移植？有一個人仲花咗1400萬新台幣，即係大約44萬5千美金，花咗咁多錢，但係做完移植手術之後，唔夠2個星期就死咗。同陳澤重先生呢係一模一樣嘅經歷。另外仲有3個人喺唔夠2年之內就過身，最後一個人都係喺手術之後5年內離世。所以你哋睇，本來以為去中國做移植可以續命，結果呢唔單止自己條命冇得延續，仲要攞咗人哋條命先可以做呢啲移植。你哋話咁樣值唔值得？嗰啲介紹人去中國做移植嘅醫生啊，仲更加冇良心。明明知道啲器官係嚟自唔正常嘅渠道，係喺無辜嘅人身上攞返嚟，但係為咗自己利益，完全冇晒做醫生應有嘅道德。陳堯麗自從2008年開始，夥同護理師、生技公司老闆等等呢啲人非法做中介，安排咗多名病人去中國大陸換肝換腎，從中攞咗1466萬新台幣。值得留意嘅係，陳堯麗其實唔係第一次俾人舉報。早喺2008年，陳堯麗同一個姓黃嘅藥廠業務合作，將病人送去中國湖南中南大學湘雅3醫院進行肝臟移植，因為病人手術後死亡，俾彰化縣衛生局認定違反咗醫師法入邊執行醫療業務，違背咗醫學倫理嘅規定。但係彰化縣醫師懲戒委員會竟然決定唔作出懲戒，咁樣陳堯麗都更加有恃無恐，繼續行緊呢條不歸路。去到2022年6月，彰化基督教醫院突然發表聲明，指陳堯麗多次去大陸做器官移植手術，從6月底開始唔再續聘佢。陳堯麗當時仲強調一切都係抹黑，之後轉咗去彰化秀傳同埋台中中山附一做嘢，仲做咗中山附一嘅副院長，一個已經俾衛生局認定違反咗醫學倫理嘅人。不單止冇被吊銷執照，仲可以以副院長身份繼續執業。其實呢樣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漏洞，都反映咗成個醫療監管制度仲存在住問題。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黃世維對廢照呢件事咁講：一來審議委員會作出呢個決定係非常有道德勇氣。黃世維嘅同事，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黃千峰就提出咗更加深遠嘅警示。黃千峰表示，如果有人同你講可以好快喺中國大陸揾到器官來源，甚至仲可以好快揾到器官配對，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呢一啲唔可以淨係當做個別醫生違反倫理，廢止咗醫生牌照就算。我哋應該要進一步了解台灣應該點樣做啲制度化嘅改變，包括針對境外移植嘅通報、查核，甚至係醫院治理嘅制度變化，同埋健保嘅聯動同對高風險地區嘅管制。佢呢段說話，我覺得講到咗問題嘅核心，因為廢除一個陳堯麗，其實解決唔到根本問題。喺台灣等緊換肝換腎嘅病人，佢哋嘅焦慮同絕望，我哋係完全可以理解嘅。但正正就係因為呢種絕望，會俾某啲人利用，變成謀取暴利嘅工具，甚至會變成中共活摘器官產業鏈嘅幫兇。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嘅董事長、知名肝膽腸胃科醫生許金川表示，台灣長期面對肝臟移植需求大過供應嘅困境，好多末期肝病患者苦苦等唔到合適嘅器官。大約20-30年前，確實有唔少病人去咗中國做換肝手術。許金川認為，與其等到病情惡化，
需要換肝。更加重要嘅其實係要落實疾病早期發現同早期治療。佢建議市民每年至少做一次腹部超聲波檢查，及早掌握肝臟健康狀況，減低疾病惡化風險，亦都可以避免去到最後一步要做器官移植。徐晶講嘅係預防之道，但係對於已經去到要換器官呢一步嘅人嚟講，又可以點算呢？我諗呢個先至係最煎熬嘅困境。喺世界各地等一個合適嘅器官，平均時間往往要等幾年，但係喺中國竟然可以喺幾日之內就提供到器官，呢個速度已經唔可以用任何正常嘅器官捐贈系統嚟解釋。紀錄片《國有器官》就揭示咗器官移植等候時間嘅驚人差異。喺美國等等有倫理制度嘅國家，病人通常要等幾年先等到合適嘅器官，但係喺中國，醫院竟然可以聲稱幾日或者幾個星期之內就可以完成移植。呢個意思就係器官係按需求供應，如果冇活生生嘅受害者，根本唔可能做到。而家中國器官移植到底有幾猖獗？我俾大家睇一條片，呢條片係有人影到一架假救護車喺街頭即場活摘器官嘅情景。就係今年關於中共活摘器官嘅調查報告，陸續不斷咁被揭露出嚟。2025年12月，追查國際發表咗份報告，踢爆咗中共聲稱公民捐贈器官嘅謊言。從多個角度揭示咗武漢器官移植產業鏈同埋供體來源嘅黑幕。多年嘅電話跟蹤調查錄音顯示，武漢市各大移植中心嘅器官移植量好大，等候時間又短，而且仲用咗學院嘅器官。2025年9月，追查國際發表咗調查報告，揭露咗中國兒童同嬰兒器官移植量激增、供體充足、等候時間短呢啲咁嘅異常現象。報告指出，自從1999年江澤民發動對嘅迫害之後呢，大量學員被活摘器官，中國嘅器官移植業同步出現爆炸性增長，形成咗全國性龐大嘅人體器官活摘產業鏈。由2017年開始，中國嘅兒童器官移植手術突飛猛進，兒童肝臟移植數量已經遠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連細路嘅器官都唔放過。呢個產業鏈嘅邪惡程度已經遠遠超出咗普通人嘅想象。曾經慶歷中共活摘器官嘅前中國軍醫鄭智，後嚟走出嚟，並且公開揭露咗呢一切。鄭智話：中國活摘器官蔓延嘅速度已經完全超越咗所有自由國家嘅想象。佢提醒話，雖然外國人入境中國換腎或者肝等器官，但其實呢個就係明明白白用錢買人命。佢強調，活摘器官係按需殺人，好精細，需要咩器官就摘咩器官。呢種恐怖已經超越咗人類歷史上所有酷刑。佢話中國大陸好多執行嘅醫生夜晚都喊，因為佢哋知道呢一件事係一場罪惡。陳堯禮被廢招，我覺得係一個里程碑，但呢個只係第一步。台灣社會我覺得都需要有更完善嘅制度，去堵塞啲可能俾人鑽空子嘅漏洞。更重要嘅係，每一個台灣人，每一個可能面對器官移植需求嘅人，我覺得都應該清楚知道嗰啲可以1-2日內幫你配好器官嘅地方，佢背後其實係一條按需殺人嘅流水線。嗰個被換落嚟嘅器官，可能本來係屬於一個尋日仲生緊嘅無辜人。生命嘅延續唔應該建立喺另一個生命非自願犧牲之上，我覺得呢個係最基本嘅道德底線。呢件事我覺得對醫學界都係一個好好嘅警示。作為醫生，醫德其實比醫學技術更加重要，因為醫生將手術刀可以用嚟救人，都可以用嚟殺人。呢個就視乎醫生有冇醫德。